高雄小港区的高雄梦园哦，这是民国61年设的，最近按什么扩建，增加12000个摊位，甲144个梦地。有民众是烦恼讲，扩大了后会影响到附近的环境，早起嘛出面抗议。 说明会开幕5分钟，本地拒绝绿色的居民举反对标语冲入场，甲其他的民众爆发冲突。干报登去几多分钟，警方强势架开双方。这场说明会是小港区大坪顶地区的高层梦园并重设施设置计划环境影响书送审进前的公开会议，也未开会，门口已经汇集300位反对的民众。 也个增设很多是停尸间呐，个告别式整体规划交通问题路很小，交通规划对我们百姓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居民表示，梦园离徛价无到100米，扩建的新增1.2万个摊位，也有144个梦机，欠价会带动并众业者进驻。园区新设施嘛有可能新增景观处等等，影响水源、空气污染，卖互大坪顶地区上山里在内的5个里，挖进梦园，影响3.3万的居民。园区就只有这么大，也不可能再增加。 只是原有的塔位，因为富鼎金的迁移，我们数量不够。现在都还没送案，现在只是说明会而已。管委会回应，园区毋是扩建，是伫咧原有范围新增塔位，也有征收环境。居民烦恼的并重周边设施拢未出现，因为法律嘛无稳准。市府强调，业者计划也未送到位，敢会核准，拢爱照法律来行。记者综合报道。